美國總統特朗普條傻佬又發癲啦，話如果歐洲佬唔肯賣格陵蘭俾美國，就要加佢10% 關稅。喂，黑社會就見得多，拎住核彈同埋幾架航空母艦，黑社會真係第一次見。我啊叫做神仙 B，你識唔識啊？恐慌指數一個月內抽升咗42%，S&P 500跌緊2.5%。不過對比上年全球對等關稅算小事啦，又當特價時段月供 VOO 由高位差唔多640蚊落翻620蚊左右。今個月我嘅被動收入冇乜點變，都係4萬幾蚊港紙一個月。之前加咗倉3110呢一隻港股嘅高息 ETF， 但係佢下次派息應該係3月嘅。今個月繼續用老虎證券月供5萬港紙內 VOO 度，而家持有621股 VOO， 市值係超過300萬港幣。我都知好多朋友有同我一齊月供 VOO 或者 SPLG、IVV 一樣嘅啫。香港人成日講長期月供指數 ETF 10年、20年就可以做到複利放大資產，但係有幾多人真係去研究隻指數入面嘅成分呢？所以我希望每一個月除咗分享月供 VOO、S&P 500指數呢樣嘢之外，想同大家分析下喺標普500指數入面唔同嘅行業到底發生緊咩事，唔同嘅公司商業模式係點樣嘅呢？盈利點樣嚟嘅呢？面對緊啲咩增長同埋風險？起碼你月供 VOO 嘅時候，知道自己投資緊啲咩，唔好淨係一個月得啦，美國都搞掂噶啦。咁你出去同啲 friend 飲酒都可以扮下嘢，屌阿叔我識啦。所以今條片會先由 finance 金融業開始嘅。我係25歲已經財務自由嘅 Henry， 係經認證嘅專業投資者。我嘅目標係想做理財知識普及，同2間持牌金融機構合作之下，出咗個完全免費線上課程，當中60個課題涵蓋經濟、理財同埋投資，旨在幫助新手由零開始學習理財同埋投資知識。當中包括投資工具詳細介紹、長期投資 ETF 債券操作、資產配置、港美市場高息股票 ETF 嘅詳細分析等等。入嚟新手理財教室就立即開始免費上堂噶啦。開始之前補多兩句先，我 Day One 開 IG page 已經用緊老虎證券買賣股票債券噶啦。美國上市嘅老虎證券係可以免手續費 set 一個月供港股美股計劃嘅，可以揀每一個月直接喺你銀行嗰度扣港紙入去買美股，最低2蚊美金15蚊港紙就可以月供買到 VOO， 一籃子咁樣買入晒500間最 top 嘅美國上市公司。我仲會將一部分高息 ETF 派出嚟未用嘅股息擺入去貨幣基金嘅。老虎證券嘅貨幣基金收益係高過好多證券商嘅。即使同一隻貨幣基金都可以高回報啲，仲有美國國債可以好簡單咁樣買到。如果你未開戶或者想轉會，記得用我條 link 去開戶，下面 info box 有 link 嘅，或者入我邀請碼25retire 開戶就即刻有500蚊 HK2 more coupon 送俾你，流傳仲有錢送俾你添。諗金融板塊係佔咗標普500指數面13.4%，係資訊科技之後佔比最大嘅板塊。而美國出名咩啊？除咗好打得之外，就係金融霸權啊嘛。所以了解美國金融業係點樣運作，同埋到底你經 VOO 買咗啲咩，係對你成個投資非常之重要嘅。根據 GICS 全球行業分類標準去界，金融板塊係可以再分為3個行業組同埋18個子行業嘅。譬如銀行會再分多元化銀行，譬如美國銀行咧，呢啲美國國內全國甚至跨國大銀行。咁之後做區域性銀行啦，譬如之前爆煲嘅矽谷銀行，又或者金融服務下邊嘅資本市場、資產管理、投資銀行，譬如 Goldman Sachs、金融交易所 CME Group 即係資商所啦，基本上咩嘅衍生品都可以經佢交易嘅。但係好多時金融機構嘅性質係有重複嘅，譬如 JP Morgan 咁樣，佢又有投資銀行業務，又有資產託管，又有零售銀行嘅，好似攞你命3000咁樣。西瓜刀、山車鏈、火藥、硫酸、毒藥、手槍、手榴彈，三冇錯。標普500金融板塊都有自己指數嘅，金融板塊指數頭10大成分股係包括巴郡、JP Morgan、Visa、Master、美國銀行、高盛、富國銀行、Morgan Stanley、花旗同埋美國運通。呢10間公司已經佔咗金融指數55.4%，係涵蓋傳統嘅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保險同埋電子支付網絡，全部都係首屈一指嘅大佬，甚至係壟斷市場嘅。相信呢10間公司大家都耳熟能詳，不過咧可能真係得個知字嘅啫。我哋由傳統嘅商業銀行開始講起，傳統商業銀行嘅業務核心就係賺淨息差，即係一隻手向存戶，即係我哋呢班傻仔啦，好低成本咁樣拎存款，另一隻手高息咁樣放啲貸款出去。譬如你擺咗100幾十萬喺銀行度，收緊0.001利息，銀行禮手多謝都冇句，攞出去做樓按、私人貸款，可能放5厘出去，中間呢5厘減0.001厘就係淨息差。JP Morgan 係全美國擁有最多存款嘅銀行，係達到2萬億美金。
一個季度即係3個月啦，佢嘅淨息差係達到250億美金。嗱，for your information 啦，香港嘅首富李嘉誠即係我老豆啊，佢身家咧都只係373億美金嘅啫，即係話 JP Morgan 佢半年單純放數嗰個純利已經係多過李嘉誠全副身家噶啦。而如果你同我一樣月供 VOO， 你就會成為 JP Morgan 嘅股東之一。大佬唔係叫你啊，叫我啫，叫阿公啦。但係傳統商業銀行嘅盈利能力咧，好受利率影響嘅，因為佢俾幾多利息存戶，放出去嘅貸款收翻幾多利息，係同市場利率息息相關嘅。當加息週期開始，銀行嘅開心啦，因為存戶擺喺度嘅錢，資金成本上升係好慢嘅，但係佢新放出去嘅貸款同埋嗰啲浮動利率嘅貸款，即刻就可以用高啲嘅利息賺錢，中間條罅係咪即刻闊咗？但係當減息週期就會收窄銀行嘅淨息差，令到佢盈利下降。譬如富國銀行2019年減息週期嗰陣時，因為淨息差下降，令到銀行整體盈利受到影響，股價咧係直插冇水花嘅。之後就係投資銀行，雖然佢嘅名都係叫銀行，但係佢係好依賴非利息收入嘅，佢哋係靠幫人做商業併購、諮詢、公司上市嘅 IPO、造市、管理資產賺錢嘅。我哋見到華爾街大佬投資銀行高盛，佢2025年第4季嘅財報，佢嘅全球銀行與市場分部係貢獻咗超過70% 盈利，超過415億美金嘅。而佢入面主要係有4樣業務嘅：併購業務 M&A、股票同埋債券銷售、大宗商品造市同埋股票造市或者融資。投資銀行會幫啲想賣盤嘅公司去 match 想買盤嘅公司，甚至幫啲公司諗埋，如果你想發大間公司，應該要收購啲咩公司翻嚟呢？幫佢哋雙方提供顧問服務，同埋撮合佢哋成個併購成功。上年高盛搞咗一單震撼華爾街、價值550億美金嘅私有化併購，佢哋一單雕就賺咗超過1億美金嘅佣金翻嚟。喺上年仲有啲藥廠、礦業、連鎖藥房嘅併購，全部都係高盛有份嘅。2025年係被稱為市場併購嘅文藝復興，因為利率走勢明朗化，同埋更加確定美國經濟軟着陸，令到併購市場非常之熱鬧。2025年全球 M&A 市場同比增長咗42%。高盛嘅 CEO 直情係話，佢哋積壓等緊做嘅併購咧，已經係達到4年嚟嘅新高。喺2026年，投資銀行嘅生意多到做唔晒，利潤係會進一步提升嘅。咁除咗幫啲公司做 M&A 之外，佢哋仲會做股票同埋債券銷售。嗱，譬如一間公司想上市，投資銀行就幫佢哋做估值，過監管機構做埋推銷，最後咧佢會用折扣價去買入呢一間新上市公司股票，再用發行價賣出去俾投資者。佢哋通過打包成套 IPO 流程，再幫埋佢哋散貨賣股票出街賺錢嘅。而債券承銷亦都一樣嘅玩法。譬如2025年好多 AI 公司要起數據中心買晶片，喂，但係冇錢喎，師傅，咁就要向市場發債。上年 Meta 籌咗300億美金去起數據中心，就係通過 Morgan Stanley 去幫佢哋計晒借幾多錢、幾多厘、點樣還錢法，有乜提早 call，有乜抵押品，幫你計完呢樣嗰樣，幫埋你賣出去喎，冇理由唔過濕腳啊！而同時間，投資銀行亦都係個造市商，相信大家都聽過造市啦。但係造市咧唔係話預測市場升跌或者操控市場，造市係指幫市場提供流動性。FICC 係 stand for 固定收益、外匯同埋大宗商品。譬如你拎住100幾十萬美國國債，喂，你就話可以隨時經證券商賣出去啫。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對沖基金嘅經理，拎住價值1億嘅美國國債，你諗住賣到幾時啊，大佬？喂 ，Nvidia 升緊，我等錢先去買貨喎。咁呢個時候造市商就可以提供市場流動性，幫佢買晒啲美國國債。譬如用99蚊買翻嚟，再喺市場度慢慢用100蚊賣翻晒出去，靠中間少少嘅差價賺錢。你無論想買原油、黃金、天然氣、歐羅、英鎊，乜都有嘅，但係前提係拎住1億貨先。所以咧，投資銀行係專做機構客嘅交易嘅。2026年相信都係投行嘅黃金年份，因為利率同埋市場明朗，估值收復非常之明顯，併購活動咧係非常之活躍嘅。而且市場期待緊 SpaceX 啊、XAI 啊、OpenAI 呢啲 AI 獨角獸上市，所以2026年美股嘅 IPO 市場咧應該係會好旺嘅。而且 AI 嘅投資熱潮只要一日未停，啲公司不斷咁掉錢去起數據中心買晶片，就要發債同埋揾私人信貸，無論併購啦、IPO、發債融資呢啲全部都一定係要經投行去做嘅，所以市場對於投行今年係寄予厚望嘅。咁譬如你月供 VOO 嘅，就有份投資落 Morgan Stanley 啊、Goldman Sachs 啊、JP Morgan 呢啲投資銀行度嘅。之後落去就係資產管理公司，譬如啲咩咧 BlackRock。嗱，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IVV？
都係追蹤標普500指數 ETF 啦。嗱，可能冇聽過啦 ，TLT 有聽過啦啩？長期美國國債 ETF， 咁呢啲 ETF 邊個發行啊？就係 BlackRock 啊。BlackRock 係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佢管理超過14萬億美金資產。啱啱2025年嘅財報顯示，佢嘅管理資產 AUM 比起上年係再新增22% 嘅。佢嘅盈利最大頭就係靠管理旗下基金同埋俾 advice， 包括股權類嘅主動基金 ETF、固定收益類嘅主動基金 ETF、混合型嘅資產、另類投資、指數管理等等。譬如 IVV 呢一隻係其中一隻大型嘅標普500指數 ETF， 佢係收每一年 0.03% 管理費嘅。無論嗰一年隻 ETF 升定跌都好啦，都係硬過食硬你噶啦。又或者啲主動基金就收得再貴啲啦，好似 BRTR 呢隻主動型嘅債券基金係收 0.41% 嘅。所以只要 BlackRock 嗰個資產規模一路升或者唔好跌啦，喂佢真係想窮都難啦，管住14萬億美金喎，同中國14億人每人俾1蚊你都發達一樣嘅原理。中國萬千苦難嘅同胞，使到人人唔單止有書讀，仲人有功練，咁有意義。頭先提到有一樣 BlackRock 管理資產叫做另類投資 Alternatives。近年咧啲資產管理公司係擺好多心機去推呢啲另類資產。BlackRock 嘅 CEO 喺俾股東嘅信入邊講咧，喺北美同埋歐洲咧有好多優質嘅公司並唔係上市公司嚟嘅，有81% 收入超過1億美金嘅美國公司都唔係上市公司嚟嘅。大家熟悉平時見到嘅股市、債市，即係商業世界冰山一角。譬如一啲高鐵、電網基礎設施咧，係唔會交易所掛牌俾你買到嘅，只可以通過私募市場入去投資。以前普通人根本就冇可能接觸到，因為門檻極高，流動性又好差。但係 BlackRock 想通過推動呢啲另類投資，普通人都可以通過私募基金去投資到呢啲優質資產。近呢10年嚟，BlackRock 管理嘅另類投資資產由1128億美金上升到4236億美金。佢複合成長率係超過14% 嘅，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下。當然啦，呢樣嘢都係會推動 BlackRock 嘅盈利同埋股價成長。好簡單咁樣，經老虎證券 set 個月供 feel 計劃已經係分散投資緊落去噶啦。再落去就係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咧係自己一個獨立嘅行業群嚟嘅。好多人話保險呃錢啦，呃錢咧係保險 agent 啫，唔係保險呢樣產品。保險呢樣嘢可以話係支撐成個現代金融其中一條柱嚟嘅。保險嘅邏輯就係建基於先收保費，第時再賠錢，所以就會中間有一個真空期嘅，就係啲客交咗保費俾保險公司，但係保險公司未使俾錢出去住，啲錢留咗喺個銀包度，令到保險公司除咗本業做保險之外，仲可以拎未賠出去嘅錢做投資嘅。嗱，我哋睇下 AIG 美國國際集團嘅財務報表，好簡單嘅啫，收入得兩嚿，就係保費收入同埋投資收入。最基本嘅承保業務就係指保險公司扣晒支出成本喺保費收入度賺到嘅錢，好多時咧要留意叫 loss ratio 或者 combine ratio， 係去衡量間保險公司嘅產品賺唔賺到錢。譬如 AIG 佢嘅 combine ratio 係86.8%， 即係話佢每收100蚊保費翻嚟係要使86蚊8毫出去嘅，剩低嘅13蚊2毫就係公司盈利。保險公司嘅業務可以好廣泛嘅，譬如本地商業保險啦、國際商業保險同埋個人保險，例如啲咩咧？一啲遠洋貿易嘅貨保險啦、海上保險、貨款嘅保險啦、違約保險，或者啲公司醫療保險、人壽乜都有嘅。而投資業務就係佢真空期收到保費又未賠出去嗰陣，拎啲錢去做投資賺到翻嚟嘅錢。我哋會見到 AIG 嘅 liabilities 有698億嘅美金係預計將來要俾，但係而家係未俾出去嘅。同埋有195億美金係交咗但係未到期嘅保費，加埋有成900億美金係可以拎去做投資嘅。我哋會見到 AIG 嘅總投資資產差唔多1000億美金，佢拎去買最多嘅就係債券700幾億美金，然之後仲有股票按揭抵押。保險呢個行業同樣都係好受利率影響嘅，因為啲客交咗保費之後個真空期，投資賺到幾多錢係好直接影響公司盈利嘅。AIG 就係一個例子啦，固定收益係最受利率影響嘅。而另一樣嘢就要睇嗰個理賠率啦，即係啱啱講個 loss ratio 啦，或者 combine ratio。而家美國嘅天災越嚟越多，嗰啲大火、龍捲風、颱風都令到好多保險公司嗰個理賠率直線上升，係直接壓縮佢哋嘅盈利空間嘅。咁今年2026年，成個金融板塊都講緊3個利好主題嘅，聯儲局嘅利率路徑啦 ，AI 推動行業改革同埋放寬監管。市場預計2026年聯儲局咧係會再減息嘅，雖然減息係會令到傳統銀行嘅淨息差下降，但因為利息平咗，可能咧係可以刺激多咗人去借錢嘅。JP Morgan 上年第3季財報就顯示 CCB 部分即係零售銀行，佢貸款係有上升1% 嘅。Debit card 同埋 credit card 係上升7% 嘅，成個集團嚟睇貸款咧係上升9%。
所以減息唔一定會令到銀行賺少咗錢，因為雖然每一筆貸款會賺少咗錢，但係貸款嗰個量係增長咗嘅，而且利率繼續下降，都係有利於投資銀行併購、IPO 發債嘅業務，所以對成個金融板塊都有正面作用嘅。而 AI 對於成個金融業嘅影響咧係非常非常巨大嘅，譬如投資銀行用嚟寫併購 proposal 嘅法律文件啦，用 AI 去縮短交易時間，更加精準、更快咁樣完成交易。銀行批貸款用 AI 睇資料嘅 check 信貸、處理放款，所以花旗炒人、富國銀行炒人、JP Morgan 炒人、Morgan Stanley 炒人，全部都炒人嘅。每一間公司嘅收入盈利都上升緊，佢哋嘅效率都上升緊，但係人力成本就不斷下降。另外啱啱都有講就係 AI 相關嘅公司上市、發債借錢，全部都係關金融板塊公司事嘅。而2026年相信都繼續係炒 AI 嘅年份。而放寬監管就係指巴塞爾協議呢一個全球銀行監管標準嘅修訂。嗱，呢一單嘢咧好鬼複雜嘅，同印度啲電線差唔多咁複雜。要講咧，我講多條片先講得完嘅。大致上即係銀行唔使再面對一啲過於繁複嘅監管，因為 Donald Trump 係生意佬嚟噶嘛，應承咗要放寬市場監管，所以啲銀行可以唔使留太多存戶擺入嚟嘅錢做資本緩衝，可以拎多啲錢出去放數賺錢嘅。因為篇幅所限啦，我都好難一次過講晒所有金融板塊入面公司做啲咩。仲有一個我好想講嘅 Visa、Master 商業模式我都未講嘅。咁我已經準備咗一篇好詳細文章，係講解標普500金融板塊，同埋會加咗金融板塊呢樣嘢咧，作為一個周期性板塊同標普500指數嘅數據對比。嗱，只要你訂閱我呢個 channel，再喺呢條片下面留言 VOO， 我就會 send 晒俾你噶啦。如果想了解多啲標普500指數 ETF 同埋月供嘅資訊，可以睇下我呢個月供 VOO 社群，同埋我呢一個同2間香港持牌金融機構合作嘅免費理財投資課程，入面7個範疇、61個課題，係教晒你極多理財投資嘅概念同埋實際例子，包括啲高息 ETF 嘅分析啦，美股嘅大盤 ETF 點樣投資，債券點樣配置等等。同樣喺呢條片下邊留言 VOO， 我就會 send 埋俾你噶啦。最緊要啊嗱，如果你未喺老虎證券開戶或者想轉會，記得用我條 link 去開戶，下面 info box 有 link 噶啦，或者入邀請碼25 retire 開戶就即刻有500蚊 HK2 more coupon 送俾你嘅，流傳仲有錢送俾你嘅。今日講住咁多先，中意嘅記得幫手 like、subscribe、share 同埋 comment，follow 埋我 IG 同埋 podcast 啦，記得去我 website 度入埋匿名 WhatsApp group，有冇 share 到 IG 同埋 YouTube 冇講嘅嘢嘅，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